呢度有兩副撲克牌，而家將牌洗亂，交叉洗亂。洗牌機再洗。牌幾亂都可以，冇人知順序。如果我提前話你知結果，你會信嗎？第一鋪開閒。閒8，莊7，閒型正確。第二鋪開莊。莊7點，閒6點，直接莊贏。第三鋪開莊。莊5點莊贏。下鋪開閒。8點閒直贏，連續命中。